寵物關節問題係毛孩上咗年紀後常見嘅健康情況。如果你發現屋企嘅毛孩跳上梳化冇以前咁輕鬆，甚至會跌翻落嚟，或者坐低起身好慢，行路顯得好僵硬，上落樓梯有困難，呢啲都可能係關節開始出現問題嘅跡象。隨住年紀增長、品種特性或者體重變化，關節磨損同僵硬情況會逐漸影響佢哋嘅活動能力。Innovito MoFlex 寵物關節寶正係為全面照顧關節健康而設嘅頂級營養補充品。配方主要從3個方向提供支持，幫助舒緩不適、支持軟骨健康以及補充骨骼所需營養。等我哋了解下當中嘅主要成分點樣發揮作用。產品採用嘅美國專利異形雞胸軟骨萃取係一個複合成分，同時提供膠原蛋白、軟骨素、玻尿酸同葡萄糖胺。研究顯示，呢個組合有助維持軟骨組織結構，支持關節緩衝功能。軟骨素可以幫助軟骨鎖住水分，玻尿酸則有助提升關節液嘅潤滑效果。配方中嘅 MSM 甲基環酰甲烷性質溫和，有助放鬆關節周圍肌肉，提升活動時嘅舒適感。為咗鞏固骨骼基礎，我哋仲加入咗天然珍珠鈣同維生素 C。珍珠鈣係一種天然鈣源，溫和補充骨骼所需；維生素 C 則能促進膠原蛋白合成，協同支持軟骨健康。此外 ，C3 薑黃萃取嘅抗氧化作用亦有助溫和調理，而蛋殼膜則提供多類型膠原蛋白，支持韌帶健康同結締組織健康。Innovito MoFlex 寵物關節寶透過多種專利同天然成分嘅配合，針對唔同需要嘅寵物，無論係大小型嘅犬貓、關節層受傷或需要體重管理嘅毛孩，都能夠提供全面嘅關節營養支持，俾我哋從日常營養入手，守護毛孩關節健康，等佢哋繼續輕鬆享受跑跳樂趣。想了解更多產品專業資訊，歡迎隨時查詢。